香港海柏峰開鎖意大利風豪華會所，日出康城第11期，地鐵上面嘅優質住宅。而家跟住鏡頭，我嚟帶大家了解下呢個項目。講起擁有完善社區規劃、優美海濱環境同便捷交通網絡嘅新市鎮，康城一定榜上有名。當中嘅日出康城第11期海柏峰，更加係備受追捧嘅矚目樓盤之一。海柏峰位於港鐵康城站上蓋，住戶由康城站出口行去海柏峰，只要經過3條扶手電梯，約3分鐘就可以返到屋企，唔使日曬雨淋，出行更輕鬆。海柏峰豪華會所 Club Villa Garda 由國際知名建築及室內設計師攜手打造，佔地超過7萬平方尺。會所範圍內種咗唔少喺意大利 Lake Garda 常見嘅植物，度假感十足。炎炎夏日喺約40米室外游泳池一邊游水一邊沐浴陽光就最適合不過。就算天氣不似預期，都可以去呢個約25米室內恒溫游泳池盡情暢泳。而運動量仲未夠，可以嚟搭配 Techno Gym 專業器材嘅健身室，或者喺隔離嘅瑜伽室舒展下筋骨，動靜皆宜。會所內設有湖畔別墅 Lakeside Villa 同庭園別墅 Garden Villa， 約埋3、5知己去燒烤園燒嘢食，又或者喺茶園 High Tea， 又係另一番風味。會所除咗有由丹麥知名設計團隊 Monstrum 設計嘅室外兒童遊樂場，仲有埋室內兒童遊樂室，設計造型獨特，啱晒家長帶小朋友嚟盡情放電。發展商致力為住戶打造超卓生活空間，氣派嘅石材基座外牆由法國建築師 Florent Nedelec 打造，同鄰近嘅翠綠山景、內園雙池景互相輝映，更顯高雅。點解日出康城吸引眾多優質住戶垂青？因為呢度嘅生活配套實在好完善，由康城站搭港鐵去港島東 CBD 只需要16分鐘左右。揸車經將軍澳跨灣大橋約6分鐘就去到東隧入口，過海方便又快捷。仲有出年通車嘅6號幹線，到時由康城去西九龍只需約18分鐘車程，交通網絡又會再升級。作為健康活力之城，康城有一系列嘅綠色生活配套，除咗有日出康城住戶專用嘅動感公園，跨灣大橋亦設單車徑同行人路，想跑步、踩單車都有好去處。項目樓下嘅 The Lohas 商場佔地約48萬平方尺，商場內有近150間店鋪，包括全港最大環保溜冰場同戲院，滿足生活所需。海柏峰唔單止擁有完善嘅交通配套，加上多元化豪華會所同舒適便利社區，成為唔少注重高品質生活人士嘅理想家園。好，點解日出康城會吸引咁多優質嘅住宅客戶呢？因為佢社區裏邊嘅生活配套同埋交通嘅便利，會吸引更多嘅客戶。想了解香港嘅項目，後台私信我啦。